所以讲，看到这个消息就知影讲啦，唔是咱的钱，千万唔通是要占。来看伫台中的消息，这本来是为了要便民利民，即马敢真正煞变成扰民无方便。台中市永江厝伫新土库桥双边出入口摆23这款护栏，要禁止汽车通行。本来用意是真好，要减少发生车祸。要不过摆遮个护栏了，这乌多摆甲脚踏车咧经过时，真正是有够晦气，根本无多徛伫线，都安尼踅来踅去。袂输是咧挑战障碍赛，是要骑乌多摆过桥，无遐简单。这个唱花就安尼弯来弯去，因为头前有真侪护栏挡伫路中央，安尼踅来踅去，要是23个护栏，才有都顺利到对面的车路。要乌多摆甲脚踏车若要小闪，都要考验技术，因若无细字，就会去弄着。好像有一点不太方便，这样。把这个放成直的，不就好了吗？一个左进，一个右出。这是台中市区的新土库桥摆这一护栏，是因为较早时常发生车祸，为了降低车祸的发生率，市政府用工处将它变成半封路的状态，挡不有汽车行。要不过这款的摆法，和桥头别人讲，安尼真正是有够无方便。两侧如果不让它降低速度的话，它一定就会直冲下来，那直冲下来就一定会跟这个行进的动线上面产生车祸。台中市永江处解说讲，护栏的安尼排，除了要挡车，嘛是为了讲要乌多摆减速。永江处讲，即摆伫试办尔，未来改用其他的做法，因为强调讲，议员会互乌多摆来减速，避免车祸。